嘉义县卫生局甲南华大学合作举办课程，要培训教老大人做运动的师资，训练老大人的筋肉，因要准备方便在器材，等于是甲健身房早咧行，后个月开始就要四界去服务啊。上课校园模拟老大人使用运动设备时会拄到的状况，若考虑到老大人的体能，佮会避免失大受伤。南华大学配合嘉义县卫生局伫学校内底开办课程，培训教老大人做运动的师资。有些老人可能有肌少症啊，或是什么可能有50肩什么的，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训练，就是可以强化他们的肌肉，让他们不要那么快老化。当讲老人袂看咧博，主要就是因为老人的筋肉会一直减少，也就是医学咧讲的肌少症。专家表示，会当为筋肉的动力训练来改善，但是嘉义县是大济所在看，山区、海区一寡偏乡的所在，无一定有设备或者是空间，所以这个课程有准备轻便的器材，等于是甲运动健身房早咧行。咱伫社区咧上课哦，通常拢无要做重训，毋过拢是讲要做重训，无器材，所以拢互因空手咧摕咧做，迄个效果起来较无较好。拄好咱这吼会当有重量，会当互因训练。嘉义县的这一个偏乡比较多哈，那各个地方哈，我们要有一个健身相关的一个器材，真的不太方便哈。那所以我们希望说由这一台智能重训机哈去取代这个健身房。嘉义县卫生局表示，培训的课程结束了后，这个校园为6月开始到8月，会伫嘉义县中部、直辖、东石甲宜直4个乡镇来试服务看卖，希望互偏乡社区的老大人也会当上着重量训练的课程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